另外，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以色列批准加沙停火的协议，上紧在1月19，这第一批人质就会当登去到以色列。这场15个月冲突也总算看到希望。即马根据这个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哈马斯是会放33个以色列的人质，也那以色列是会放大概是1000个巴勒斯坦的犯人。加沙还有尼斯民众提碗鼎客做伙，敢若希望用食到一顿小小的物件。超过15个月以下冲突，互加沙人用食饱一顿，拢经是噩梦。啊，毋过停火最后一个关卡，以色列安全内阁第17开全体会议，宣布分歧要求内阁成员反对，以色列最后又按批准这个停火协议，按算19拜日就会复效。 We came here to vote forward to the deal to bring back our hostages. It's a very hard decision, but we decided to support it because it's very important to us to see all of our children, men and women back home. 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we will be able to finish the job in Gaza. 在美国甲卡达操纵之下，以哈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分做6礼拜。哈马斯释放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被扣押的33个以色列人质。法国总统马克龙证实，其中也包含2个法国的以色列人质。以色列释放上千个巴勒斯坦犯人，第一批95人名单大部分是女性加未成年，大部分是冲突了后被抓。 الوقف العدوان و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جماعية التي شنت على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هذه كان مطلب من زمان نسأل الله أن نمد فيها وتضل الهدنة على طول. 这停火协议也有希望缓解中东的紧张情绪，因为以哈冲突拖到黎巴嫩真主党甲也门青年运动的战火。公司新闻陈伟珍报道。